配合着国家语言发展法施行，本土语言除了范围变宽，也加入教育部的规定课程内面。所以，想要教台语的老师，拢爱通过台语中高级的认证。伫教期间连续2档拢举办见习课程，有兴趣要教台语的老师，拢会把握休惯时间来上课以外，甚至有的人是千里迢迢来上课，希望会当早一日通过认证。阿华伊是27号。真目睭大蕊圆圆的。看图来认识讲故事，爱讲2分半钟才有机会合格。对要参加台语认证的老师来讲，这毋若是考认证的准备，嘛会当成做未来教囡仔的经验。1点钟一礼拜1点钟其实无够嘛，所以我希望甲这个推撒去迄个社区，互厝里的家长啊，阿公阿嬷，还是讲是大人。做伙来学。目前咱的台语真弱势，真需要来复振这个台语，互囡仔会晓讲台语。家己园为要推广台语，拢有咧举办台语演习的课程，希望校员上过36点钟的课了后，会当通过考试，进一步摕到台语老师的资格。我对中华园林来。本身是学台语的，趁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想讲嘉义有办这个研习活动，嘛甲我较早学的物件有相关，以后嘛可能会伫教学现场去贡献家己所学的物件。因着爱安怎甲囡仔教，互囡仔讲，和老师做伙同齐来讲台语，而且我嘛拢讲，老师若有去参加认证。嘛会当带囡仔做伙去，老师和囡仔做伙学，安尼。来上课的老师表示，目前台语教育的环境无讲介理想，不管是人才的发挥，也是课程的安排，拢也是需要政府更较重视。因希望会当先甲认真考落来，替台语教育的发展开始做准备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